人生係唔應該被任何人定義，係唔應該有任何框架。我覺得我原本嘅生活太沉悶，我就想揾一啲新嘅刺激，想嘗試一啲新嘅嘢。對於我嚟講，每一個角色都係一個機遇，都係一個唔同嘅體驗。首先，我都係睇我同呢個角色有啲咩相似同埋唔同嘅地方，跟住再嘗試喺嗰啲唔同嘅地方感受下佢嘅習慣。呢個係我進入角色嘅一個方法啦。我點樣去準備一個劇本或者準備一個角色，就係會幫呢個角色去寫日記，因為每一場戲中間可能都有啲唔同嘅時空經過咗啊，或者呢一個角色嘅內心世界未必係導演或者係編劇喺一個前期準備工作嘅時間入邊可以非常詳細咁樣同你講清楚。咁呢一個小功課就係我會去做，然後可以深入啲去投入到一個角色咯。我覺得我係一個好多愁善感嘅人，有時坐喺度諗嘢諗下就突然間感到 emo 或者感到憤怒，都可以係感到快樂嘅，咁就會隨住啲情緒有一啲 idea 咯。有 idea 嘅時候我就會寫咧，就係喺個 notes 度，喺手機度咁樣。我覺得我好多嘅 work 以前 fine art background 時候做嘅藝術品啊，或者而家做嘅音樂啊，所有嘢都係好 draw from 我本身嘅經歷，但係唔係就咁去陳述翻當時嘅經歷，而係夾埋而家嘅我去將成件事講翻出嚟咁。咁我覺得嗰個 work 其實係好代表到我唔同範疇上面創作嘅思維咯。